11章，耶稣伫一个所在祈祷完啦，有一个学生对伊讲：求主教导阮祈祷，亲像约翰教伊的学生。耶稣讲：恁祈祷的时阵，就讲：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逐日着用会啉食，日日赐互阮，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也赦免凡那亏欠阮的人，毋通互阮拄着试探，救阮脱离凶恶。耶稣阁讲：恁中间一罪有一个朋友，半暝到伊迄位，讲：朋友，请借互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远路，来到我这位，我无什么甲伊摆上。迄个人伫内面应讲：毋通搅扰我，门已经关，囡仔甲我伫眠床的顶面，我袂会起来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无因为伊的朋友起来互伊，总是因为伊的情绪迫切的直求，就的确起来，照伊所欠用的互伊。我阁甲恁讲，恁祈求就互恁，找就找着，拍门就甲恁开门。因为凡那祈求的就得着，找就找着，拍门的就甲伊开门。恁中间一嘴做老爸，一嘴有囝儿求饼，反转互伊石头呢？求鱼反转摕蛇当做鱼互伊呢？求鸡卵反转互伊热啊蛇呢？恁虽然毋好，尚请知影摕好物互囝儿，何况天父减无搁较将圣灵互求伊的人嘛？耶稣赶出一个互人下狗的鬼出去啦，下狗就讲出话来，众人拢稀奇，内中却有人讲，伊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。阁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伊求对天顶来的神迹。伊知影因的意念，就对因讲：凡那一国家己纷争，就诚侪风场；凡那一家家己纷争，就的确败落。若是撒旦家己纷争，伊的国怎样会徛得牢呢？因为恁讲，我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主题赶鬼，搁靠一嘴呢？安尼，因就要断定恁的是非。我若靠上帝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恁。总是披挂整齐，看守家己的主体，伊所有的拢平安无事。总是有一个比伊较壮的来赢过伊，就抢去伊所倚靠的盔甲、兵器，搁分伊的物件。无甲阮相合的，就是抵挡阮；无甲阮自执的，就是分散。恶鬼离开人的心，就伫无水的地过来过去，找求安息的位。既然找袂着，就讲我要倒去我所出来的厝内。到了，就看见内面摒扫清气，收装好啦，就去另外带7个比家己更较歹的鬼来，拢入去踮伫迄位。迄个人末后会惊慌，
比先前搁较毋好。耶稣拄拄讲话诶时阵，众人诶中间有一个妇人人大声讲：怀你诶胎诶，甲年饲你诶有福气。耶稣讲是，却也不如听叹上帝诶道遵守诶人有福气。当众人聚集诶时阵，耶稣开讲讲，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诶世代，因求看神者，除约拿诶神者以外，再无有神者互因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神者，人子也要这样为这个世代诶人成做神者。当审判诶时阵，南方诶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诶罪，因为伊对地极来，要听所罗门智慧诶话。看，伫遮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搁较大。当审判诶时阵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诶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约拿所传诶就悔改。看，伫遮有一个人比约拿较大。无人点灯下伫地窑诶内面，也是斗底下，总是下伫灯台顶，互入来诶人得着看见亮光。你诶目睭就是身上诶灯，恁诶目睭若光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目睭若昏灰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恁着省察，行了恁内面诶光，或者黑暗。若是恁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的确全然光明，亲像灯诶光明照光里。讲话诶时阵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甲伊食饭，耶稣就入去坐倒。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食饭以前无洗手，就奇怪。主对因讲：如今恁法利赛人洗清气杯盘的外面，恁的内面却满劣色甲邪恶。无知的人啊，做外面的，无也是做内面吗？只要将内面的施舍互人，凡物伫恁就拢清气啦。因法利赛人有知会啦，因为恁将薄荷、熏香、各项的菜蔬献1/10，迄个公义甲听上帝的事，反倒无行，这原是恁着行的，迄也是毋通无行的。恁法利赛人有知会啦，因为恁爱伫会堂内的头一位，搁爱人伫街市顶甲恁请安，恁有知会啦，因为恁亲像无显露的坟墓，行伫顶面的人并毋知影。律法师中有一个因耶稣讲：先生，你安尼讲，也将阮糟蹋啦。耶稣讲：恁律法师也有知会，因为恁将恶担的担下伫人的身顶，家己一支砖头仔却毋肯振动。恁有知会，因为恁修造先知的坟墓，迄个先知正是恁的祖宗所杀的。可见恁祖宗所做的事，恁搁证明搁欢喜，因为因杀先知，恁修造先知的坟墓。所以上帝用智慧捌讲：我要差遣先知甲使徒到因迄位，有的因要杀害，有的因要困逼，
互创世以来所流先知的血的罪，拢要问即世代的人身顶，就是对阿伯的血气，直到受台伫单呢，甲殿中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拢要问即世代的人的身上。恁律法师有知会啦，因为恁将知识的锁匙抢去，家己毋入去，拄要入去的人，恁也阻挡因。耶稣对遐出来，文士甲法利赛人就出力催逼伊，因同伊讲真多的话，私下偷看，要摕伊的话变。